来继续来看，这是周刊上新的报道，讲鲍坤奇即摆卡到2件案件，一件是提供竞选小物予国民党的立委，负责的厂商郑天下，甚至提供用手写的人工发票，形成一条龙的服务。讲这件台北地检署当咧调查。另外一件是幸福水泥案，就是鲍坤奇当年做馆长的时阵，提关控招开采的特别税，转甲幸福水泥企业来拍官司。讲县府有人就这个代志，甲业者来揢油。讲这件花莲地检署嘛当咧追查。增加这个消息啦，顶顶的假死应有尽有，真侪国民党立委伫选举的时阵的竞选的宣传品被指控由国民党党团的总调鲍坤奇提供，即马周刊更加曝光，鲍坤奇甲负责的厂商郑天下，敢若是提供一条龙服务。北检24指挥调查局北基站搜索鲍坤奇姓李的管家，虽然第一时间鲍坤奇强调讲一切合法，不过依照周刊的报道，2024年大选前，当时鲍坤奇主动甲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联络，伊真假真啊是用作帽啊、环保袋啊等等3选2的模式环境，甚至负责的厂商郑天下提供手写的发票，形成一条龙服务。针对这点，北检讲侦办中无要回应。这个钱好像也不是副局出，这是大家出嘛。那我们的钱的话，那他们立委的自己出自己的嘛。那我的部分就是有人赞助嘛。检委会已经收到鲍坤奇，依照周刊的报道，鲍坤奇做花莲县长的时，司法大量提关控制开采特别税，甲幸福水泥拍真侪年的官司。花莲的检方嘛，敢若咧追查县政府有人借机会恐吓业者。当然也不排除。傅昆萁透过任何人去跟这个福安矿场来去做讨论，或者甚至威吓，请他们不要再提告等等我想这个地方传闻不断。花莲县政府历次的制定矿石开采特别自治条例，那均依照法定的程序，然后送议会审议通过，再由财政部审议同意备查，才公布施行。为竞选的文宣品到英国做县长期间的旧案检调，有愿意调查，是一个纠正鲍坤奇办公室1个前也未有回应。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